我的舌头会拍结。拍架，阮台语真正是袂使的啦，对啊。你点点徛伫边仔看吼，无人当做你是下狗。欢迎收看《汽车49讲7个加倍地价问题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家恩，我伫汽车49讲内面演的是土豆。啊，我的 ID 是 THOOTAU 啊，就是我的名啦。啊，我的个性是就活泼好笑。你叫什么名？大家好，我是庄月，我伫汽车49讲内底播的是张正廷，张佑的儿子，伊是一个就活泼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冲动的大学生。叫你放的。我是林雨婷，这个漂亮妹妹是啥？我伫汽车49讲内底是顽皮鬼，就是城市管理所的助理。吓死！来着好啊！现场的时阵嘛是足紧张的，所以会一直 NG。可是嘛共款啦。你甲我点去。啊，毋过钟平哥、甲子强哥、还有维华哥拢是足趣味的人，所以甲因拍戏是就袂遐紧张啊。紧啊，早唔着怪怪就好啊。我有请老师甲我教，就录音互我听。要困的时阵就听老师的录音去困，安尼。困台语真正是袂使的啦，对啊。三，台湾民间信仰的神明，土地公、妈祖娘娘、地藏王菩萨、神母玛利亚、玉皇大帝、耶稣基督、玉皇大帝。哦，你是讲玉皇大帝？八家将，不是，什么？不是。三太子、三太子圣杯嘛，八家将。七爷八爷，算两个吗？天上圣母，安尼有对无？安尼台语有对无？天上唔对，圣母，天上圣母。释迦牟尼佛，牛头马面。结束了。我们好烂哦！好烂哦！我们需要遗忘这一切。早死早投胎。这么大罐哦，来语无好就爱啉一下。我就想要试看卖啊。我的舌头会拍结。拍架。小外民族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欢迎收看公司台机台。汽车49讲。好苦哦！要煮吧，台语每天好被煮吧。对，人生的滋味。我就想要这味啦。